小侯爷死了，死了啊！谁死了？那个腿给摔折了。谁腿砸折了？你快说呀！急死我！就是咱庄子上那黄牛啊，他从崖上掉下来了，然后把腿给砸折了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他一头牛，他死了也就死了，腿折了，啊！你咋呼什么呀，在这儿？报官了吗？回公主没报。死头牛还得报官？报了，官府派人来看过了，同意咱们自己宰杀，因为是撞牛，罚了咱们600钱呢。啊，对，这是唐朝，耕牛是贵重的生产资料，虽然自家养，但官府是要造册的。如果因为使用不当而造成伤亡，按牛的健康状况，主人会被政府处以不同的罚款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如果不汇报就私自宰杀耕牛，更是要蹲大牢的。算了，罚了都罚了，就这么罚吧。那牛呢？啊，正杀呢。咱们家呀，已经好些年没吃过牛肉了，正好今天是元宵佳节，这牛倒像是天赐的。要不公主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尝个鲜？好啊，今儿就留在这儿过节了。啊，那好啊。说呢，你跟厨房说，那牛不让他们弄，听我的调派。还有那个元宵的糖馅是不是已经打好了？打好。为夫今天就给你们做一顿饕餮盛宴。好嘞，小侯爷。妾身倒要看看夫君能弄出个什么花花来。你俩在这儿猫着干嘛呢？公主，夫人，丫鬟呢？那丫头干活不利索，糖馅打跟绣花似的。我替她打好了。哟，还可以啊，又粘稠又均匀，不愧是女中豪杰呀。过奖啊！啥时候开饭？我这开胃开大发了，饿得直反酸水儿。着什么急？一会儿撑死你！快去，给我跑趟腿儿，去把我们那个后宅五虎将都给我叫来，一个也别闲着，过来帮忙。得。我们家最大的那口锅是哪口啊？那，就这个。差不多够用。夫人，牛下水放哪儿了？要那玩意儿干嘛？都给杀牛的了。啊？你快给我要回来！这都给别人了，哪还有要回来的道理？再说了，府上从来不留那些东西，多脏。行，反正没浪费就行。这牛下水你也想要，多恶心啊！你们懂啥？你们这个朝代的人就知道糟蹋东西，多好吃的牛杂碎啊！听了就想吐。行，你们要恶心啊，赶紧都去膳厅吧啊！别在这待着了，我要做饭了。你就是嫌我们碍事儿是吧？不是，我怕崩你们一身血。小侯爷吩咐，都去厨房帮忙。还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呀！哦。快！来！小侯爷，哎呀，跟着我干嘛？你去把那个牛骨头给我剔干净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乱扔东西，明白吗？快！水来了！多搁点水啊，别烧干了。好了，小侯爷。一介屠夫有啥可看的？当心烫啊！做你自己的事儿，烧水。钱叔啊，会烙馍吗？啥？没听说过。就是把这个面呢给它和开了，揉软了，但是也别太软，揉的有点韧劲儿的时候，把它擀成碗口大小的小圆饼，然后扔那个锅里边给它烙上，火别太大，明白吗？我试试，祝你成功。胡先生，哎，我给你安排个轻省点的活吧。一会儿呢，把这个炖肉的料找块干净布给它包起来，系好，然后扔锅里边提鲜，好不好？啊，侯爷您放心，这点小事啊，老奴还不至于办砸。好。姐夫啊，我干啥？干啥？你干点啥呢？
把那个打好的糖馅儿切成块，蘸上水，然后放在那个筛子里边，筛子，哎呦，搁在这个筛子里边，和上糯米粉，然后一直这么摇，晃，最后晃成这么大的颗粒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不明白自己研究去吧。来，糖馅，水来了。好。王夫人好久没见你做新诗了。让公主见笑了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，真乃好诗啊！二女，快给公主斟茶，愣着干嘛呀？王夫人不用客气。对了，还有那首同福题词，更是妙不可言，本宫都可以倒背如流了。公主过奖了。宝轮金地压人环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却，南轩气象震商山。灞陵车马垂杨里，巾帼城池落帐间。暂放尘心游物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王夫人真是好才情啊！谢谢公主夸奖。来，干了。茶。哎呀，以茶代酒。好，来。我摇的怎么样？哎，不错，就按这个方法啊，再摇这么一小筐就行了啊！快去啊！小侯爷啊，来看看啊，是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？哎呀，钱叔啊，你太有天赋了，真是，难怪人家说这个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啊！小侯爷，您可是在夸老奴？当然是夸你了。哎呦，小侯爷，谢谢。哎，侯爷，你看这汤的味道是不是还可以呀？好，我看看。肉浪味浓，回味无穷啊！这汤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您过奖。哎呀，好啊，大伙儿都过来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晚上咱们全府上下都要开荤，这个牛肉泡馍1人2碗，管吃管够，谁不吃都不行。谢谢侯爷。好啊。小弟，这碗牛肉最多，你整日操劳，多吃点啊。二娘子，你整天看家护院、强身健体的，多吃点牛肉才有力气。我不能吃肉。天意如此，这碗非你莫属。哎呀，吃多也是吃，吃少也是吃，我佛慈悲，何必纠结呢？你说的也对啊。哎，二娘子，你别吃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佛不会原谅你的，众生也不会原谅你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我看小侯爷，你看他这吃肉，味道如何？破见眼值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我们这儿又不是庙，讲什么清规戒律啊？想吃就吃，济公还吃狗肉呢。啊，吃。钱管家跟胡让跑。钱叔和胡先生都是2点员工去账房吃了。这俩老鬼还挺会享受。行，你们继续啊。哎，小蝶啊，一会儿盛2碗元宵，给公主跟夫人们送过去啊。哎，好，是小侯爷。好，吃吧。哎，小侯爷慢走。吃这个，小弟。不吃我吃。你们这儿干嘛呢？吃撑了，消食儿。一顿吃上10顿喝汤啊！真他娘的撑！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
个人来送死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看哥哥，你是侯府最操劳的人，白天得干活是吧？晚上还得看家护院呢，是不是？然后这偌大一侯府，你比狗机灵才行是吧？怎么说话？哥哥，我错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错了。有话直说。尝尝这小侯爷的蛋，整个长安城我就没见过这么好吃的蛋。这个是我从侯府那个东院小侯爷那儿偷过来的。你敢偷东西？你听我说完呀！你怎么老对我动刀动枪的？听我解释呀！这蛋把你喂壮实了，才能保护侯府的安全，对不对？这样小侯爷才能安全，是不是？小侯爷也安全，这不是你的功劳吗？还有事情吗？有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善心善念，助人之功，助人之力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天底下呀就没有见过哥哥这么好的人，是吧？我想请哥哥帮一忙。没必要，废话。哎，好屁，绝对是好屁，而且是香屁。嘿嘿，哥哥，你看我是一男人，对吧？我看出来了。这男人呀得传宗接代。是不是？你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俗人，俗人就得干俗事，讨老婆生孩子，这绕都绕不过去，是不是？嗨，说白了吧，我就想让你把我丫鬟小蝶帮我追到手。怎么帮得了？你看是这样，经过长期的观察，这丫鬟小蝶呀，喜欢你这样练家子的男人。我不行啊，我是文人骚客。我太儒雅了，所以在明天你练功的时候，你帮我演场戏，然后明白没？我就知道哥哥是疼我的，我也疼疼哥哥。这不嘴给身子惹祸吗？想我堂堂一侯夫人，竟也吃了这般没出息。不会被老四说中了吧？我骨子里也是个吃货啊。夫人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公主每天锦衣玉食的，不也没管住嘴吗？也是。走，去账房溜达溜达。胡先生。哎呀，受老奴称长祝福，不能施以全礼了。同病相怜，就免了那些礼数吧。先生近来辛苦了，造纸作坊那边没受什么刁难吧？要不怎么说小侯爷厉害呢？自打上一次小侯爷与公主殿下交涉之后，这作坊里边再没有人敢乱出花子。那个女掌柜啊，也没了先前那些个脾气，估摸着被公主殿下给训过的够呛。那是，现如今咱王家可不比从前了，敢刁难王家的人，恐怕还没生出来。今天早上公主殿下来的时候，还跟我老汉打了招呼，还知道我老汉姓钱呢。什么味道啊？闻得人恶心。钱叔，厨房炖什么呢？哦，是昨天吃剩下的牛肉，小侯爷不让浪费，让老朽再做一次牛肉泡馍。这不正是汤香肉烂的时候，我实在闻不下去了，出来透透气。哎，透透气。怎么回
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喊了半天开饭了，没一个人有动静呢。嫌我的泡馍不好吃是不是？夫君想歪了，妾身昨晚贪嘴，实在吃不下了，饶了妾身一回吧。你们好歹做个样子敷衍我一下呀！一说吃饭，公主先傻了，你们俩又躲屋子里边，就连平时吃喝不落的老四都没露面儿。你们这是团结起来不给我面子是吧？啊！二女，你看，夫君怕你长得慢，这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你做好吃的，这才把你喂得细皮嫩肉的。你可不能辜负了夫君的美意，是不是啊？陪夫君吃饭去，我先饿一顿，明晚再说。二女啊，你陪夫君吃饭，我给你讲故事啊。走。夫君，妾身要听故事。故事没有，泡馍广告。我要不略施小计，你们谁能出来陪我吃饭？夫君骗人！我要听故事，我要听故事。好，听故事，听故事。话说呀，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呢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，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。不带这样的，不带这样的。出事儿。哎，回小侯爷啊！老奴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拉响了警铃。这件事非得小侯爷亲自出面拿主意不可了。怎么了，夫君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夫人，二夫人，容老奴慢慢道来。前些日子，一些外地赶考的学子求功心切，提前半年就来到了长安。他们嫌城里的消费太贵，承受不起，就跑到咱庄子上农户家借宿。这借宿就借宿吧，他们到处乱窜，还要参观咱们的灶子作坊，守卫不允，便和他们给厮打起来了。那然后呢？守卫抓了2个带头闹事的学子，交到了官府。那不就结了吗？交给官府处理就行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他们同行的学子心头不忿，正拉帮结伙的赶来找小侯爷，你要讨公道的，还找我呢啊！感情唐朝也有愤青，老子当年上学那会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打架斗殴我不敢，可蛊惑人心、煽动个罢课抗议什么的，我可是前辈。哼，穷学生闹事儿，一吓唬准跑。这世道哪有那么多无私青年？夫君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想办法呀！哎呀，别着急嘛，这个学生嘛，就爱弄些没名堂的事儿。贤淑莫急啊，带我去会一会那些学子。啊，老奴听候调遣。哎呀，你们在府上好好待着，等为夫回来，好吧？别乱跑啊！妾身怎能让夫君一个人去赴死？既是夫妻，就要同生共死。什么同生共死？你是不是小题大做吗？听话啊，乖啊，都是老爷们儿，你们几个姑娘家跟着掺和什么呀？小侯爷，不是，钱叔，你们这个阵仗也不太合适吧？几个学生而已，至于这样吗？有备无患呐。此番一去，凶险未卜。小侯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老奴怎向我王家祖辈的在天之灵交代呀？可是钱叔说的对，夫君若不语，妾身绝不放行。不是可是你们这样，你说几个学生能翻得起什么大浪？这样有辱斯文，以后传出去还不说我侯府虐待世人啊？这几个穷学生跑到庄子上生事儿，这个传出去才让人笑话。今天妾身一定要让他们见识本府的厉害。钱叔，你去把程老公爷还有兰陵公主也喊来助阵。夫人所言极是，我这就去。钱叔，我求求你们听我的行不行？这些人够了，带路吧，带路啊！好，走。好好保护老爷。
王子豪厨艺非凡，一顿牛肉泡馍，一顿元宵，居然把王府所有人都吃撑了。下一集里，皇帝鉴于子豪献平辽策、造纸术、火药等功劳，为他封官加爵，其夫人也加封了诰命。这样一来，这屌丝男升官发财的美梦终于实现了。臣领旨先。